Hello，各位被選中嘅年青人，嚟到西貢鳥語花香，今次就俾你哋休息下，等，係指喺呢個城市嘅中心休息下，聽下音樂，擺低手機，喺放空呢10分鐘裏面，真正靜心試下同自己對話啦。你準備好未呢？因為成日都好忙咯，又要溫習，又要做功課啦，所以我瞓喺我張床嘅時候，我就好容易瞓得着。如果嗰時候鼻敏感突然間發作嘅話，可能就好難入睡。發噩夢，之前成日都發，親戚過咗身啊，真係好恐怖啊！有好多海風飄過嚟，我覺得好舒服咯，好放鬆。聽到啲音樂啊、水聲啊，好放鬆，好自在，幾舒服咯。如果有音樂嘅話，可能會比之前喺堂床上面咩都冇音樂嘅話，會比較輕鬆啲。應付 DSE 嘅考試咧，比之前係即係唔同咯，同埋而家改咗嘅制度，就係成日都有 test 咁樣咯，每一次都唔可以求其咁樣應付佢，所以就會有好大壓力咯。唔算太大咯，主要係因為我成績都幾差下，只要成績唔係包尾留級就 OK。聽下啲輕鬆嘅音樂，可能溫下習咁樣會攰啲。瞓覺之前可能趴喺張床上面畫畫或者睇碌視頻之類啲。就算一個 test fail 咗，咁又代表到啲咩咧？其實我哋唔需要咁大壓力咯，有好多解決嘅方法。放下屠刀啊，唔係放下手機，真正靜心休息，其實係件好奢侈嘅事嚟㗎。手機中嘅信息量太多啦，大家成日會習慣瞓覺前就碌下手機啦，其實對我哋睡眠質素有好大嘅影響。千祈唔好唔記得喺忙碌中要揾時間同自己對話，真正放鬆係嚟自心靈嘅平靜同埋理解。各位西貢區嘅青少年朋友，大家好，唔知你哋瞓覺瞓得好唔好呢？充足嘅睡眠唔單止可以令我哋精神飽滿，仲有助身心健康，加強我哋嘅免疫力同埋抗壓能力。不過現今有好多人都面臨住失眠嘅困擾，如果你都有呢啲煩惱嘅話，不妨又聽下我跟住落嚟分享嘅呢幾個睡眠小貼士，幫唔幫到你啊？首先，我哋可以建立穩定嘅睡眠習慣，指嘅係每日定時上床瞓覺，定時起身，培養固定嘅睡眠節奏。當我哋嘅身體習慣咗呢個規律，去到就寢時間就比較容易入睡啦。所以就算係週末或者放假都好，都鼓勵大家盡量保持一樣嘅作息時間。你亦都可以喺瞓覺之前建立一啲睡前儀式，例如瞓覺之前沖個熱水涼、聽音樂或者做呼吸放鬆練習，幫助自己入睡。第二，由於我哋電子產品會發出藍光，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，進而影響入睡同埋睡眠品質，所以我哋要避免瞓覺之前1個鐘頭使用電子產品，包括手機、平板、電腦同埋電視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要避免喺床上面做其他事情，例如話睇電話同埋做功課。咁係因為當床被聯想為係工作或者娛樂嘅地方，每次我哋上床嘅時候咧，大腦為咗應付呢一啲嘅任務就變得活躍起嚟，反而去到休息時間就變得唔識得休息，影響我哋瞓覺啦。最後，如果你瞓唔着係因為有瞓覺前有太多嘢擔心，你可以喺床頭放低紙同埋筆。每當你喺床上面開始擔心嘅時候，輕輕寫低你擔心嘅事情，然後提醒自己，我知道要處理呢啲嘢，不過我而家喺張床度諗嚟都冇辦法。咁不如，既然我而家寫低咗，就等我聽日瞓醒先再諗啦。如果你發覺失眠嘅困擾越嚟越嚴重，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，可以揾社工、心理學家或者醫生幫手，一齊去處理睡眠嘅問題。最後，祝大家都有覺好瞓。